公用频道存在许久，仍有许多民众想使用，却不是那么清楚规则。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与中嘉宽频合作，举办手机影制工作坊，吸引民众报名学习拍摄制片技术，同时了解媒体禁用权与媒体识读的重要性。公用频道节目是由谁来提供？所有看公用频道的人来提供。你既是一个观众，你也是一个生产者，所以公共电视某种程度，它在跟观众的关系是观众的角色不同，跟观众关系一样，它还是做节目给你看。TVBS 做节目给你看，公共电视也做节目给你看啊，所以它是做节目给你看，所以你都是一个被动的节目的接收者，你可以喜欢，可以不喜欢，可是公用频道有做节目。因为公共频道谁才是公共频道经营者？所有订有线电视，甚至广义的所有拥有这个系统的那个地区的民众，你既是消费者、乐听众，你也是这个频道内容的制作人、生产者。但公共频道就是实践媒体禁用权的一个方式之一嘛，所以民众可以透过投影片，就是把自己的影片放到公共频道上，表达对自己或者是对时政的看法，所以它是一个禁用权的展现，非常应该说它是一个禁用权展现的方式之一。所以媒体素养当然我觉得是很重要了。第一个是基本对媒体的认识，是他们要辨别什么是好的媒体，什么是坏的媒体，然后再加上是他们可以怎么去使用。然后像刚我们的工作坊也有提到说，基本的色情、裸露、暴力或是商业媒体，这个都没办法在公用频道上面做分享。那在这一点，我觉得他们来这边就可以认识基本的一些媒体的知识。面对资讯爆炸的时代，民众如何聪明阅听，避免被假讯息受骗？透过公平无私这款桌游，了解到讯息背后可能有许多操作，呈现出给观众接收的模样不全然单纯真实，也提升辨识假消息的敏感度。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可以借由桌游的部分，然后去了解说公用的那个频道跟商业的频道的不一样。真消息跟假消息的话，就是可能会先看过，第一次应该是会先看过带过而已。对，那如果他一直反复出来的话，就会不自觉的重视它，然后会想要去了解说这个的真实性是如何。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全民都应该要具备的基本知识，就是在学校里面会有学习到。那民众的部分的话，我会在日常生活中，像是平常看新闻媒体啊，或是电视的时候，他们应该要知道怎么辨别说，这些讯息哪些是真的，哪一个是假的。工作坊吸引超过60位民众报名，30多位学员参与，透过理论传授与实作，促进有线电视公用频道的使用，也从而提升民众媒体素养。记者翁允俊台北报道。